继续来关心世界棒球经典赛，台湾拍赢强敌南韩，咱的选手是欢喜甲流目屎。总教练詹和军感谢球员精彩的表演，这个表现也台湾队即卖是2胜2败，敢会当晋级8强，就来看明仔载韩国甲澳洲的比赛结果才会知影。赢球了实在真欢喜。孙艺磊伫咧接受访问时阵，张玉成一直伫咧喊 brother。孙艺磊接受访问煞，经过张玉的时阵，也大声喊感谢校长。投球教练李华平甲牛棚教练王建平也看到笑容。感谢球员啊，感谢后厨，感谢教练。因为没有他们，就没有办法打这么精彩的比赛。赢韩国就是爽。拍到延长赛突破僵局，上面赢1分。先发投手郭林内容队长陈吉宪订单成功的投手张杰，拢激动加流目屎。在想什么是一个感动的比赛，所以我们做到了。当然会哭啊，因为第一场不顺，第二场也是这样被虐。我留下眼泪就第一个，我很感谢我的队友，那不管怎么样，然后球迷还是一直支持着我们，陪着我们。陈吉宪哪流目屎哪讲，延长赛上场大炮是教练的安排，为了要抢分，用头去处理，两者想讲安尼伤危险。我也很开心自己在那个局面下没有什么顾虑，因为我如果用脚滑垒的话，我相信出局的机会比较大。上垒、倒垒得分投了好，守备好，变手的时阵，讲出交情分红软的地中特工，这挂拢做甲正脚转，就是赢球的关键。最感动，我觉得这一场啊，真的是印象深刻。还有日本那一场，伫咧第8局顶半局讲出2分炮，和中华队逆转战局的费仔时光，这是参加过上有趣味的比赛之一。这年底时间就甲队友培养感情，真特别。Will you represent Taiwan again? If Taiwan will have me, I would love to do it. 延长赛5-4来打败韩国，中华队是写下历史，因为这是中华队第一次在经典赛打败韩国。而4场比赛打完呢，取得2胜2败的战绩，到底能不能够挺进迈阿密的8强比赛呢？还得看9号韩国与澳洲比赛的结果才会知道。以上是公视记者林小慧、沈志明在东京巨蛋的采访报道。